位刚才有什么有什么精细的地方？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今日咱是感恩节个礼拜，咱要进行圣礼礼，迎新礼也加新餐吼，足欢喜个心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先同心来祈祷。四圣地，阮是满满领受你福气、稳定个人，阮当会当来到你面头前敬拜你。 会当三甲来亲近你话语，完全是出于你的听，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神帮咱保守，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嘛会当行出来。安尼祈祷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然后今天来讲尼哥底母，吼，今日咱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吼，讲到。 耶稣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因的对话吼，他们的对话，基本就讲耶稣就问撒玛利亚的妇人啦。我甲你整大段的经文做这款呢，我英国人拢甲咱教过吼，前后对称。 即希腊人以下文章用的解决的方法吼，一开始去记载讲耶稣就问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来耶稣甲伊讲属灵性的水
这个概念，吼，啊来着，今日的经文咧讲的真实的敬拜。啊了，伊讲属灵的食物，啊因的谈话结束，是有侪撒玛利亚人去就问耶稣，所以你咱会当看到这个对比，会使袂？很清楚前后对称，哦，就是它的经文是用前后对称，啊伊甲上重要、上核心的物件放伫中，哦，那个就是真实的敬拜，就是咱今日要看的经文，吼，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伊甲尼哥底母，我讲有啥物款的比较，有啥物分别吼？咱第3章讲到尼哥底母吼，啊，今日第4章撒玛利亚妇人吼，这是约翰福音因标题吼，甲放做伙吼，他故意放在一起吼。今天有讲到讲尼哥底母，他是什么？他是产官学的社会上等人物吼。有钱，哦，有学问，啊，犹太人的官吼，他是社会上阶层。啊，那个福林人嘞，啊，他社会下层的人物吼，尤其可能有做无啥物介好的代志哦，伊唔敢伫傍晚去啥物水，抽水，吼，敢伫中昼时吼，无人会出来的时阵吼，伫遐抽水吼。好，啊，一个是。这个是查甫人，这个是妇人人吼，一男一女。然后呢，来，给我理一个，一个是主动暗时啊，尼哥底母晚上主动去问耶稣问题吼，暗时啊去是安怎？惊人看对无？吼，怕人家看到。啊，毋过撒玛利亚妇人人伊是日头中午咧。抽水的时阵，耶稣主动去甲伊讲话吼，刚好相反吼。这样的安排，互咱看到吼，福音吼是传给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好野人、送乡人、社会地位悬人低、妇人人还是查甫人，吼，无论你是主动来吹，还是被动的被找到吼，福音是传给所有的人。做这样的比较了后，哎，咱进入咱今日的经文。我先介绍以色列人是安怎看撒玛利亚人的吼。以色列人看撒玛利亚人哦，伊唔是外邦人，他认为他们是混血，就是当初北以色列国叫亚述帝国灭亡了后，亚述帝国甲因的精英吼，北以色列的精英刷去。啊，甲别个民族刷入来吼，所有去南越吼，所以这是一些人看轻的吼，他们是混血的，甚至吼后来有学者安尼讲，因根本可能唔是以色列人吼，因是那一些迁进来北以色列，然后有信奉犹太教的后裔吼，他们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咱知影吼，伫耶稣的时代，这犹太人是足看轻遐个撒玛利亚人的。好，啊，你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有啥物？伊的坚持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吼？因为撒玛利亚人去用看轻，所以因家己嘛来找一个会当骄傲的所在吼。所以因认为吼，他们修改他们的圣经，他们认为吼。他们的基利心山才是圣山，啊，犹太人讲啥物为圣山？耶路撒冷伫对，啥物山？锡安山对无吼？因调地去找一个山吼，讲这个才是圣山吼。啊来咧，因敢若接受摩西五经尔吼，全部的旧约，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因认为因比较正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吼，咱一个经文一开始，这个妇人人问耶稣讲：，阮的祖先讲若要敬拜上帝，在伫对，伫这个基利心山啊，啊，恁开始讲要是伫耶路撒冷，伫锡安山吼，妇人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甲耶稣问的吼，啊，不过耶稣马上更正他，他说：你们拜的，恁安怎？
你无了解啊，你无了解你所拜的上帝。阮犹太人，阮毋知影阮所拜的上帝，因为啥物？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出来，吼，耶稣不假辞色哦，伊直接甲纠正吼。啊，毋过耶稣要讲的物件，重点佫毋是伫遮，毋是讲你毋对，我对，吼，伊毋是咧讲重点，毋是咧讲遮，伊重点是要讲，其实。看不到，敬拜上帝吼，所在毋是重点。耶稣要讲，因为伊咧甲耶稣争论讲，要敬拜上帝，伫爱伫阮即边的山，毋是伫恁的锡安山。耶稣要讲的重点是讲，咱若要敬拜上帝，迄个所在毋是重点，重点是啥物？爱用，咱和本翻译说心灵和诚实吼。咱的台语较准，伊讲爱用心，甲啥物？甲你的地方，用心，甲真实，吼，甲真实吼，去拜他吼。我们的汉字本圣经的翻译真正较准哦。我等下来给水。其实不要说用了哈，因为原文的意思是讲应哈在哈，我们敬拜上帝是在心灵和诚实中来敬拜上帝哈。所以要是咱若用这个翻译的时候来解释的意思是讲，敬拜上帝，你伫对敬拜无是重点，无要紧。重点是安怎？敬拜的人爱安怎？伊爱用伊的心吼，真心诚意，甲伊的先诚实吼，去敬拜他。所以无论你伫啥物所在，其实毋是重点。所以咱汉人吼，咱民间宗教，咱拢会讲一句话：心诚则灵。啥物意思？心诚则灵啥物意思？你即摆去求明白，你求的时阵安怎？很敬虔，这诚心呢，安尼有灵效无？安尼就会灵效对无？这是咱的观念吼。我们一般民间宗教的观念就是讲，你咧拜的时阵，你咧祈祷的时阵，你咧做你的宗教的活动的时阵，你哪这敬虔的，就会有效，就会灵验，是不是？是不是啊？你的观察是不是这个样子？安尼几多度嘞？你咧做礼拜的时阵，拢无拄久，拢这认真的，都很敬虔，所以上帝一定会保佑你，对吧？是不是啊？各位兄弟，是哦。心诚则灵是什么意思？其实真正的敬虔吼，以咱若看咱的圣经会知影。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毋是敢若伫宗教的仪式的时阵，宗教的活动的时阵，譬如讲你咧做礼拜，你咧祈祷，你咧读圣经，你咧查经班、祈祷会。真正的敬虔，毋是伫遐尔吼，真正的敬虔是伫对。咱的主教是咱的基督讲，愿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面啊亲像伫天面，安尼你有相信无？你有相信安尼无？那上帝旨意要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就变做是啥物货？咱每一天的生活的代志，敬虔，迄个心诚则灵，迄个心诚的意思，毋是干那你咧祈祷的时阵，做诚实的，你咧礼拜的时阵，做敬虔的。不是干那你咧读圣经的时阵，你做诚心的，不是这个样子而已。重点是你每一天的生活 ，everyday life， 时时刻刻，你会表现出你相信上帝，你对上帝的相信，你对伊的敬拜。所以，你讲到讲，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敬拜上帝的时阵，讲兄弟，安尼讲意思就不只是咱咧做礼拜的时阵。要在心灵跟诚实，咱每一天的生活，咱做任何的代志，咱中昼食爱餐，嘛是爱安怎？嘛是伫心灵甲诚实，安尼知影无？吼。毋过吼，
约翰福音吼是一本做趣味的福音书吼。约翰福音他选用的字吼，常常会有双关语的效果。意思就是讲吼，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句话会当另外翻译做用信心甲真理，伫信心甲真理中来敬拜伊。各位听这，安尼这两句有共款意思无？顶段是写爱用心神，用神吼，你的心灵，啊，甲你的诚实来敬拜伊。下骹这句是讲，你敬拜上帝，就爱伫信心内面，就爱伫真理内面敬拜上帝。安尼这两句的意思有共款无？啊，莫讲意思啦，伊的重点有共款无？伊咧强调的重点有共款无？来做一个解说吼。下骹这句，咱敬拜上帝，爱伫信心内面敬拜上帝，爱伫真理内面敬拜上帝。意思是讲，你爱伫信心内面用什么话？用正确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什么叫做正确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合乎伊的心意的方法。哦，就是说，咱来敬拜上帝吼，唔是我敬拜的人爽就好呢，唔是我欢喜就好呢，照咱人的欢喜。习惯来敬拜上帝，毋是敬拜上帝。迄个中心是啥？是人还是上帝？是上帝呢。所以就爱伫信心内面来合乎伊的心意来敬拜上帝。吼，讲到这，咱可能就会当去做一个思考吼。咱知影，你若去一个礼拜堂，行入去一个礼拜堂，你会发现吼，伊内面的设计无啥共款，对无？像咱长老会。钢台放伫倒落，讲台放在哪里？那就是这个嘛。现在放在哪里？中间对不？其实没有太中间啊，因为咱有这个荧幕，所以较刷下过来哦。咱长老会礼拜堂钢台是放伫中，这代表什么意思？知影意思无？这代表咱的礼拜是以什么为中心？以麦克风为中心嘛？以什么为中心？以上帝话正做中心。你有了解无？你有捌看过另外一款教会吼，另外一款礼拜堂，伊是正面一个讲台，倒面咧嘛一个讲台。这款的设计以什么话为中心？讲台放两边，一个牧师一个师会对无？中放啥？圣餐桌就是这个啦，圣餐桌为中心啦，讲台放旁边，圣餐桌为中心，代表伊的心学是认为讲，因的礼拜是以圣礼顶为中心，有了解无？我有讲清楚无？我拢对我的台语无把握，我即摆讲了，我看你的面拢较先听无。咱的长老会是讲台以上帝为上帝为正做礼拜的中心。若亲像路德会、马丁路德会、信义会、圣公会、天主教，伊是用什么会？圣餐桌为中心。因的神学意思是讲，是用上帝的圣礼顶，耶稣所设立的圣礼顶，正做因礼拜的中心。这无对甲毋对的问题，这是因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即马上新的教会，最新型的教会，新的建筑的教会，互恁又看卖啊，伊是以什么为中心？你定日电视看到迄款教会啊，过来千人，过来万人迄款教会，他们以什么为中心？你知无？以什么？对呢以舞台为中心啦，舞台啦，所以有介侪节目，介侪活动对无？唱歌跳舞，变魔术，拢有啊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神学上的危机就是当你若以舞台为中心的思考方式的时阵，迄个中心那个核心又变成是谁了？是人啊，兄弟，就变成人了。这是有一点点有一点危险的所在。我讲的，咱要敬拜上帝，爱伫信心内面敬拜上帝，爱用真理、用正确的方式敬拜上帝。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思考，跟咱的反省。所以，若要做一个小结论，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吼，是在强调咱敬拜的人的心态、态度，焦点放在人，就是说你要去反省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你的心态，伫敬拜的中间是正确还是无正确？即咱每一人都有这款的反省。吼，我敬拜上帝是不是为着我的好处？吼，我咧敬拜上帝。啊，你若要反映做伫圣行甲真理内面来敬拜这个上帝时阵，伊的焦点是放伫上帝，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我都讲过啊，约翰福音伊介意用迄个双关语，所以咱唔免伫这两个意思爱干那拣一个吼，其实这两个拢会当采纳，啊，这两个意思拢会当诚做真正咱最重要的提醒，吼，就是各位兄弟，咱咧敬拜上帝，唔是干那伫礼拜堂内面敬拜上帝，唔是干那在敬拜的时阵，这敬虔的，哦，一个很虔诚的样子。上帝要看不只是安尼尔，上帝要看的是，当咱礼拜煞，无需足够。查肯，咱行入去这个社会的时阵，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在过日子？那个才是真正的、真正的敬虔、敬虔。这是讲的第一款，第一个意思，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第二个意思，咱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重点不是人，重点是什么？是上帝。所以。咱知影，咱是伫圣经内面在敬拜上帝。哦，咱不只是圣经内面敬拜上帝，咱着爱去反省，咱是不是用正确的方式在敬拜上帝？无，不然的话，常常这个敬拜会活转来，再高举咱人家己。有一届伫一个座谈会，在讲迄个。礼拜的形式的座谈会吼，啊，介一学者拢讲介因的理论了吼，开放吼，下骹的人来问，下听众来问问题。啊，有一个兄弟伊就举手讲，吼那种吼，我较介意迄种画来画去的礼拜方式啊，唱歌这大声一唱一点钟，安尼，画甲足爽的。伊讲吼，咱即马伫社会日子过咧安那？有不准无？各位兄弟，日子安尼这辛苦，做不准哦。啊，若伫礼拜的时阵会当安那？画甲这大声哦，这也是一个发泄啊，这样对我们也是有帮助啊。各位兄弟，你安尼讲，你有同意无？有没有这个效果？有啊，真正有这个效果吼。你看咱长老会做礼拜拢安那，你拢严住，拢不伫心内吼，敢若牧师伫咧画尔吼，然后我爽着，你无爽着吼。虽然真正有这个效果，不过要提起一件代志哦，当场有一个牧师就讲一句话，我感觉真好诶。伊讲吼，咱自己做伙在敬拜上帝，迄个重点是伫倒？是上帝。当你甲礼拜当作是你的发泄的场所的机会的时阵，迄个重点又变成是谁了？你家己啊！吼，这虽然有这款的效果，啊，不过这是危险的，这是危险。所以各位兄弟，咱真正来注意，用行甲用诚实来敬拜上帝，来提起你的态度。各位兄弟，咱咧敬拜上帝的态度。那个是不是真诚的？是不是敬虔的？用信心甲真理来敬拜上帝，是咧提醒咱人是无这个资格敬拜上帝，是伫信心内面，咱有法度会当直接来敬拜上帝。啊，伫这个稳定内面，咱就爱的确用正确、用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各位兄弟。咱安尼来行做，
安尼来互相提醒，不只是咧做礼拜的时阵，人拢好来好去，做有礼貌。现在很强调要有礼貌，对不对？哦，你拢唔知我咧讲啥？强调要有礼貌哦，啊，咱好来好去，不只是伫这个场所，伫这个宗教的仪式活动内面很虔诚而已。讲兄弟，咱伫日常的生活，待人接物，应对进退，你是毋是对上帝有敬虔，拢伫遐来发生，拢伫遐来表现。哦，所以上帝看的，就是咧看这，上帝看咱的心情。上帝看咱的敬虔，上帝看咱真正是毋是伫圣性内面用正确的方法，咱当心来记得。即成个杯，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对你的敬虔，毋是干那伫礼拜堂，毋是干那伫查经班，毋是干那伫祈祷会内面，毋是阮干那用最水、最感动的祈祷的时阵。较是真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啊，袂互阮知影，当阮伫阮的厝里，当阮伫阮的工课的所在，甚至是行伫路里，伫塞车，甲所有的人有交插到的时阵，阿爸爸上帝，阮拢咧表现阮的敬虔，对你的敬拜，所以求你时时保守阮。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保守阮所有的行做，帮助阮是软弱的，不过阮愿意，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